美国国务院6月2日发布了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中国继续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和压迫。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实行控制，限制政府认为威胁国家或中共利益的宗教活动和个人自由。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报道继续显示，存在政府对宗教人员实施酷刑、虐待、拘留、强迫劳动和强行灌输中共意识形态的情况，并且发生拘押期间死亡的事件。在东突厥山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中共当局，33年前实施了一场沾污民主历史的大屠杀。1989年6月4日，中共当局派军队和坦克驱散和平抗议活动，镇压了要求政府变革和遏制官员腐败的示威活动，数千人在镇压中丧生。中共费尽心思将天安门事件从国人记忆中抹去，从历史教科书中删去，并审查网上的讨论。在联合国批准土耳其外文国名由 Turkey 更改为 Türkiye 后，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首次使用 Türkiye 国名。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日对媒体说，联合国已经正式批准土耳其将其外国文名由 Turkey 改为 Türkiye 的要求。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伊朗外长通电话。博雷尔在评论伊朗核协议时表示，达成协议并重返联合行动计划的机会正在下降，但如果我们努力工作，仍可以做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服务新闻中心发表声明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防部队因侵犯边界而发生冲突。冲突发生在该国南部巴特肯区的布拉克巴曾定居点，被送往巴特肯地区医院的3名士兵伤势严重。沙特政府已在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和孟加拉启动了麦加公路项目，作为其服务上帝的客人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是2030年目标之一。麦加公路项目涵盖了广泛的设施，包括这5个国家的朝圣者的电子签证、护照和健康手续，以及抵达沙特阿拉伯后的交通等。